文字扫描仪的，扫描图片里面文字哦，你看，左右方向的和准确率比较高。哇，怎么跑到这里来了？操作过程有时候有广告，要按这个，按这个图片方形的，第二个上面第二个方形的，这个是图片，选图片的意思。刚好可以快速找得到。要找这个了，刚刚那个已经扫描过了嘛？按扫描，看速度很快呢，比自己打字快多了。新生了，不是新判。要更正按 B， 要更正按 B。你看左右方向的这个左右方向的准确率比较高。新生呢？不是罗盘，不是新判，是新生。那准确率已经不错了啦，可以自己全选，贴到那个网络电视台频道贴文，或者贴到脸书。好的，按这个储存到内部，手机内部空间。是篆了，系辞篆、收卦、杂卦、续卦篆。